去潍坊更衣吧，皇上已经在寝殿等着您了。娘娘，坐吧。这回啊，不要像上回那样整日喝酒，意志消沉。像这样的傻事，做一次就够了。是啊，为同一个人伤心2次，确实不值得。这就对了。魏延婉都知道为自己打算，你也该为自己打算。知道。御前侍卫如何？微臣是出自下5旗，这御前侍卫必须是满洲上3旗，我不配。凡事都有个例外。御前侍卫是宫中侍卫最好的打算，只要你愿意，我可以帮你。不过，你得忘了御前那个人。微臣谨遵娘娘教诲。这就对了嘛。皇帝呀，从9月间起，窦异4起，从河北蔓延到了京师，无数小儿病亡，难以救治。唉，宫中得要慎重啊。世祖皇帝亡于窦异，而圣祖皇帝幼时也得过，宫中皇子公主众多，得小心避窦为上。皇娘说的是。另外，宫里宫外禁止炒豆泼水，以避窦异。太后，奴婢去供奉窦神娘娘。下个体弱，长春宫上下必得谨慎看顾。从今儿起，长春宫不许生人出入，直到窦异消散。哦，知道了。莫欣，是啊，姐姐不记得了吗？她是惠贤皇贵妃的贴身宫女。我当然记得。惠贤皇贵妃生前对她不放心，还送去了古董房当差。只是我在想，她找咱们做什么？这个我也不知道。不过，见一见也无妨吧。
家里出百事了。奴婢的额娘过身了。索性去备下50两银子，给莫心的额娘办后事。奴婢这就回宫去取。难得贤贵妃肯给一些赏赐，倒不计较奴婢曾是帮着惠贤皇贵妃害过您。你不过是惠贤皇贵妃的侍女，顶多也是奉命行事。本宫何必跟你计较？奴婢从前都有不敬，只能以死抵罪。只是贤贵妃既然赏赐，50两银子怎么够？奴婢给额娘办完丧事，很快就要办另一个人的丧事，要给也是100两。此话怎讲？奴婢的额娘死于痘疫。今早奴婢发现手臂上长了几个红疹子，所以离你们那么远。你已生痘疫，却要见本宫和贤贵妃，该不会也想让我们生了痘疫，好替惠贤皇贵妃报仇吧？奴婢一直记得惠贤皇贵妃婚前有多恨皇后，奴婢答应过主，一定会替她向皇后报仇雪恨。你命已不保，如何替她报仇？奴婢知道，两位娘娘和惠贤皇贵妃一样恨皇后，奴婢自己本事不够，所以请两位娘娘援手。你要我们如何帮你？奴婢活到现在，除了侍奉家母，就是惦念如何完成主的生前托付。直到如今这个样子，才终于有了法子。长春宫最在意、最性命相牵的就是他的嫡子。如今齐阿哥病弱，更经不起窦漪一起。莫心，这件事儿，本宫和于妃做不得。姐姐，姐姐别忘了，皇后当年是怎么害你的。姐姐是从冷宫捞回一条命的人，千万不能再有妇人之仁了。姐姐若怕，我做便是。你做和我做有什么分别？齐阿哥天生孱弱，活得艰难。以我以为人母，这事儿我们不能做。姐姐，不能做。贤贵妃娘娘安，于妃娘娘安。魏常在。您下劳碌，贤贵妃娘娘仔细风冷霜寒，您若风寒了呀，这宫里许多事无人照应。本宫正要回去呢。您就这么讨厌嫔妾吗？魏常在的话，本宫倒是不明白了。贤贵妃娘娘一直以为嫔妾是攀奴附凤、不念旧情之人，所以屡屡冷淡嫔妾，却不知嫔妾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啊。你如何一步一步走来的，本宫都看在眼里，有何苦衷？嫔妾听说，贤贵妃娘娘是乌拉那拉氏出身，这个家族既是荣耀也是负累。想必您在冷宫受苦的时候，一定不曾忘却自己的家人，所以奋发而起。嫔妾也是如此，像嫔妾这种出身，所遭受的种种白眼辛苦，您这样尊贵之人又如何能够体会呢？但是嫔妾不忘家族之心，与您却是一样的。不忘家族，并非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。你如今的选择，到底是辜负了一个真心对你的人。
像嫔妾这种父母族人，不能给自己带来任何荣耀的人，一定要凭着自己过得舒心适宜一些。真心，这样私己的东西，不能割舍，便也是要割舍的了。你自己选的路，自己走着开心便成了。恭送娘娘。珠儿，您何必要理会贤贵妃对您的态度？咱与她又不相干。怎么不相干？这皇后生了7阿哥之后，身子坏了许多。贤贵妃又有协理6宫之权，我当然得小心奉承着。对了，我让你去看淑嫔用的什么坐胎药，你去看了没有？奴婢打听了，淑嫔的坐胎药听说是进士房煎的，奴婢立刻就去办。好，叫春蝉一起去。谁呀？徐公公。徐公公好。哟，二位姑娘怎么来了？听说徐公公刚从皇上的养心殿回来，皇上今晚翻的是淑嫔娘娘的牌子。哈，正是。徐公公，进来。徐公公，这是淑嫔娘娘侍寝后要服的坐胎药。齐太医让奴才送来。好，搁那儿吧。进入房煎好了之后，明日进宝公会会送去。回去吧。这。今日魏常在遣我们过来，其实是有一事相求。哦。还请公公借一步说话。我们主说，每回他的绿头牌搁一块儿，他的那块儿总在后头。皇上不容易瞧见，这不，今晚过来就是想麻烦公公您想想法子，把我们主的绿头牌往前搁一搁，便是跟在贤贵妃、嘉妃或淑嫔后面，那也是好的。我懂了，自会安排。其实魏常在挺得宠的，还用得着这个？谁不想得宠的久一点啊？我先替主谢过徐公公。哎，好说。那就不打扰公公休息了，我们还得回去伺候主呢。慢走。装。说好了，奴婢明天就把这药送去太医院。悄悄请太医照样子配出一个来给主服用。这宫里人人都在喝坐胎药，只有淑嫔的是皇上亲自赏的，一定特别管用。可是，淑嫔每次侍寝之后都喝，也没见她遇喜啊。那是她自己没福气，太医都说了，她身子单薄，不易有孕，所以才喝坐胎药啊。不过，你还是去好好查查，这到底是不是上好的坐胎药？是。奴婢快要死了，死前得告诉您一句明白话。皇后当年不想让你这样卑贱的女子生下皇上登基后的第一个孩子，所以让你失了孩子。不是高希月做的吗？高希月才是恨极了本宫，你少替他辩解。是我们主做的不错，可是我们主对皇后唯命是从，否则就算他胆子再大，也不敢拿皇嗣泄愤。
那仪嫔呢？皇后虚情假意，表面要抚养仪嫔的孩子，其实根本不想多一位贵子威胁到有孝正的二阿哥。您想啊，没有皇后的授意，惠贤皇贵妃怎么敢动皇后的人？梅嫔娘娘细想想，我们主是个喜怒形于色之人，他怎么懂得这些暗中谋害的手段？皇后才是心思阴毒之人，还要我们主嫁祸给贤贵妃。是了，皇后的嫡福晋之位是从贤贵妃那儿得来的，自然是恨极了贤贵妃。奴婢是将死之人，不会信口胡说。他害你母子阴阳两隔，如今奴婢说个明白，死而无憾了。好啊，本宫到今天才算是真正的明白了。是啊，惠贤皇贵妃已婚，皇后娘娘失了二阿哥，却又生了七阿哥，难道中宫就这般好福气，害了旁人的孩子，都不用得报应吗？怎么不会？一定会有！老天爷不会放过他，本宫就更不会。是，说不定皇后母子的报应就在眼前了呢。七阿哥，你想怎么办？那你得帮我。这是长春宫乳母春娘的，是洗好了的，你将好便是。是。娘娘，知道该怎么做了吗？是。你放心吧，一切有我呢。是。长春宫的衣服好了吗？来了。谁啊？春娘，怎么了？七阿哥饿了，哭得那么大声，你没听见吗？娘娘让你赶紧过去。我换好衣服就来啊。真香啊！是啊，免礼。来，如意啊，今儿的晚膳朕准备了你最爱吃的菜。这么多的菜，今儿也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啊。今儿是小年，这些日子啊，你协理六宫也特别辛苦，朕准备了这些菜犒劳犒劳你啊。那臣妾多谢皇上了，臣妾一定把这一桌子菜全都吃了。今儿是小年，臣妾祝皇上安康顺遂，福寿团年。来，如意，用膳吧。如何？好吃。嗯。魏常在来了。
皇上在里头用完膳。那就劳烦公公替我通传一下。这，先随我进来吧。皇上，魏常在求见。哦，说曹操，曹操到啊，让他进来吧。这。皇上晚安，贤贵妃娘娘安。起来吧。你怎么来了？臣妾一早备了燕窝，知道皇上和贤贵妃正在用膳，所以特意奉上。你来的正好，朕打算封你为贵人，封号也都拟定好了。谢皇上隆恩。起来。皇上刚有一进封臣妾，臣妾备了新制的燕窝，用新巧的做法进献皇上，真算与皇上心意相通啊。兰翠，这是用绿豆制成的粉丝，臣妾一早用鸽蛋和金针喂了，再配了3两燕窝炖制浇上，还请皇上和贵妃尝个新鲜。这3两燕窝所费不少啊。只要皇上喜欢，不怕米费什么的。可这东西用得贵，用得足，反而显得配置不当。如意啊，你教一下魏常在，这燕窝入膳该怎么做？魏常在炖的燕窝细粉素白1碗，倒是仔细，燕窝也挑得干净。谢贤贵妃。只是这燕窝是华贵之物，素来以清汤慢炖为佳，杂以荤腥油腻为次。魏常在这碗燕窝足足用了3两，还将所有的东西都堆放在一起，贪多贪足，反而失了其美味了。嫔妾受教了。臣妾厨艺不佳，让皇上和贵妃见笑了。这燕窝，无碍，你的心意，朕明白了。先下去吧。是。皇上恕罪，是臣妾不当心，破坏了这白瓷香炉。这不是白瓷。这不是白瓷吗？臣妾不识。这是甜白釉。罢了，下去吧。臣妾告退。这从前觉得他伶俐可人，可如今，皇上是觉得……罢了，用膳吧。主，你别想看我笑话，我就快是贵人了。微臣只是希望您小心足下。主的苦心，皇上是知道的。是我自己没有见识，甜白又不实，连燕窝都做得粗俗，可不是自己没脸吗？还好皇上没撤了进封贵人的旨意，也算是留了脸面了。兰翠，你仔细瞧瞧，我有没有变老，有没有变难看啊？主貌美如花，青春正盛呢。光美貌有什么用啊？主儿，那下面有什么打算吗？趁我还年轻，还青春正盛，贤贵妃懂的，我就慢慢学着。终有一日，我一定会懂，而且我要做得比她更好。
主儿，你一定能行的。皇上，齐太医有要事求见。让他进来吧。你找人伺候贤贵妃去潍坊沐浴。这。臣妾告退。珠花呢？哎呦，这才从东暖阁出来，应该是掉在路上了。奴婢这就回去找找。你备水吧，我自己回去找。是。夜里路黑，煮慢点。皇上，臣现在说起来都觉得有些恐慌。前日中午，这魏常在身边的宫女春蝉找了一个臣的小徒弟，要按这个药包里的药配置一份。臣的徒弟不敢拿主意，悄悄拿来给臣看了。谁知臣打开了药，仔细一看，发现这药和皇上赐给淑嫔的坐胎药是一模一样的。当时臣就觉得有些蹊跷，这是魏常在从淑嫔那儿偷弄去的。这魏常在一直享有身孕，所以他……既然这魏常在这么想要这药，你就照样配一份给他吧。这药啊，本就是朕为防着淑嫔是太后举荐的人，才不。怎么了？在想什么呢？没事。歇息吧。皇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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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皇上不好了！皇上，越发没规矩了。何事啊？齐阿哥被乳母传染了痘疫，皇上，您快去看看吧。有从。谁不许送动物的用从？娘娘，娘娘！皇后，幼童呢？皇上，齐阿哥已经送出去，有太医照顾呢。都该死！怎么伺候的？皇上，乳母春娘不知何时得了痘疫，她天天给齐阿哥喂奶，齐阿哥就染上了痘疫。宫里最早得痘疫的是谁？
不是都化了吗？是一个老嬷嬷，就是惠贤皇贵妃贴身宫女莫欣的额娘。之后莫欣也得了痘印，他们都死了。不许宋永聪出宫。协芳殿空着，将永聪送去协芳殿，隔开来医治。皇上，永聪他还小，从未离开过臣妾，臣就要去陪永聪。皇后，朕已经尽力了，尽力把永聪留在宫内，可朕得为紫禁城里所有人的性命着想。姐姐怎么回来了？今夜不是你侍寝吗？七阿哥得了痘疫，皇上快急疯了。生死有命。海兰，不是你做的吧？当然不是。姐姐为何这样问？不是便好。我只是在想，木心刚找过咱们，七阿哥便生了痘印。姐姐，我当然很想要为姐姐向皇后报仇，但当日姐姐叮嘱过我不要伤害孩子，之后我便和莫心再无往来。七阿哥生痘疫的事情，真的和我无关。还是我想多了。我只是在想，长春宫向来谨慎，怎么会是七阿哥得了痘疫呢？是七阿哥天生体弱，这是个意外，还是莫心找了旁人？这便不得而知了。但不管这是意外，或是莫心又找了旁人，都是皇后自食恶果。无论如何，稚子无辜。七阿哥的病来势汹汹，还不知道能不能过了这一关呢。但愿他能吧。主，长春宫正乱着呢，咱不谈了啊。谁说是我在弹琵琶？是轰了的惠贤皇贵妃在追魂索命呢。主，您别吓唬奴婢啊！谁吓唬你呢？我真是高兴啊！凭什么这些年，只有我为我那孩儿流尽了眼泪？他们都得哭，都得陪着我哭。主，来人啊！快来人啊！永璇，看哥哥手里拿的什么呀？哎，踢他，踢他！永成，再玩会儿就睡觉吧啊！太晚了。主，这七阿哥本就体弱，本来也活不了多久，何况这事儿也是梅嫔做的，跟咱们也没什么关系。奴婢明白，只是心里有点慌。先别想这些了。今天太医来瞧过了，我又遇喜了。是。哎呀，永贤、永成，你们俩又多个弟弟了，高兴吗？永成，高兴。高兴吗？永贤。你是？请梅嫔娘娘恕罪。今夜有资历的太医都去协芳殿照顾七阿哥了，
所以才派了微臣过来。无妨，七阿哥的命要紧。请恕微臣直言，娘娘是否有夏红之症？是。每夜月心也总是淋淋漓漓，连续不断，延绵至半月有余。本宫自从痛失孩儿，就落下这个病症。微臣看过您之前服的药方，太医也在尽心为您医治，只是您身子虚亏，血不藏精，加之今夜又大悲大喜，才会晕厥。若想多得几年安好，娘娘心绪还是要安稳些才是。你是说，本宫的命数就在这几年了？那也未必。不过这夏红之症不愈，气血会被慢慢耗尽，就像花朵失去了水分，也就唯有干枯了。微臣下去，先给您开药方了。微臣告退。娘娘，膳食都备好了，多少您还是进一些吧。娘娘，好歹歇会儿吧。您这样不吃不喝，不眠不休地守在协芳殿门口，都3天了，你也进不去啊。皇上，您在这儿跪了很久了，也不用膳，好歹喝点水吧。朕不喝。永从呢？永从还在协芳殿，太医们正在救治。皇后呢？皇后也在协芳殿，不肯离开半步。永从什么时候才会好啊？就快好了。明儿是除夕，新的一年，什么都会好的。七阿哥红啊！七阿娘娘。